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今仔日增加16个带病入境，另外咱台湾去到哈萨克的空手道团员，搁再增加一人染病，目前已经有12个人咯。高雄地震发生食酒赛车累翻，搁害死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市长陈其迈呼吁中央就要修法，用非是故意杀人罪来追究。受到冷气团加水汽影响，惊透早合欢山、雪山，也有玉山拢伫落雪，嘉宾湖也落冰沙啊。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6个带病入境，其中一个是咱台湾去到哈萨克比赛的空手道团员。这个代表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个人感染到病例咯，敢是感染到 Omicron 这个变种病毒的，上紧伫明仔载就会公布。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1月初4开始，这入境的民众拢爱提供2天以内采检阴性的报告。国内2次增加的16个境外移入个案中，其中1名20多岁查某人是顶日到哈萨克参赛的空手道团员。伊2是入境2月发病，症状包括头痛、流鼻水、甲会忝。过去8完整组2剂莫德纳疫苗属于突破性感染。空手道团员累计已经有12个人确诊。确诊的12位这个代表团的相关人员当中，有10位是有症状的哈。那这10位的症状有发烧、咳嗽、流鼻水、喉咙痛、喉咙痒、全身倦怠等等都有。那另外有2位是属于这个无症状的一个情形。那他们目前都没有出现我刚刚讲这个所谓中重度以上的状况。在决赛之后呢，他们有开放观众入场。那在整个的管制上面呢，会稍微较宽松。那这个部分是外界所疑虑的地方。确诊者的基因定数上紧伫日晡尾仔出来。工团团员除了确诊者隔离治疗，也有10人已规定伫集中检疫所检疫，目前体检拢是阴性。另外，感染源指挥中心认为为发病日推算，伫飞行机顶感染的可能性较低。确诊的12位在那个飞机上的座位看起来是从28排到44排都有，并不是说都聚集在同一个区域。从这个病毒量看起来，也不是说都是在刚感染1-2天以内的哈。所以我们大概目前先推测，就是说在全部都是在机上被感染这样的可能性应该是蛮低的啦哈。第三手出国比赛调病指挥中心将伫2天内召开检讨会议，讨论敢是约束选手一定爱注满2剂疫苗，甲伫国外的防疫作为。因应国际Omicron病毒快速摊开，指挥中心也宣布调整入境需要检附的阴性报告，由3天加严2天来采检，就是出发地航班时间往头前推算2个日历。入境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是染疫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这样的规定做得更严格。所以是从1月4号下礼拜20时起，那入境的 PCR 的检验报告调整为2日内，就是在2日内采检。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近确诊病例上新基因定数结果，各增加6例 Omicron 境外移入病例，5例来自美国，1例来自英国，全部拢是突破性感染。指挥中心呼吁民众，做疫苗未当完全避免着病，一定要继续落实个人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欧盟互相信任对方的所谓疫苗认证，指挥中心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民众会当上网络掠个人的所谓证明落来，通好选讲是要注射证明，也是检验结果证明，也会当填 QR code， 要入境欧盟国家的时阵听好使用，也会当印出来扎伫身躯顶。这款证明会当使用的国家有超过60个，个人资料保护政府也有伫咧看守。现在验我的 QR code。指挥中心示范扫描 QR code， 立刻显示使用者的姓名、年月日，是不是有完成2剂疫苗注射？若则无注2剂 ，App 嘛显示剂量无符合。咱方甲欧盟互相承认双方的所谓注射证明，所以指挥中心为2月开始开放民众上网络下载所谓证明。未来若是去欧洲，免搁早有注射的小黄卡，只要摕 QR code 证明，就当缩短入境查验时间。除了适用27个欧盟会员国。33个非欧盟会员国以外，美国嘛接受旅客摕欧盟所谓证明入境查验，也当互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所谓证明。这代表咱国的所谓证明会当适用超过60国。我印了一张正常的颜色，我印了一张黑白颜色，都是 QR code， 都是可以用的。我也放在
我的平板里面。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拢会当从网络下载所谓健康证明，一旦选择疫苗注射还是检测结果证明，各种 QR code 嵌伫手机还是行动装置，各会当印伫纸。若是所谓证明是毋是有泄漏的风险，指挥中心是讲各自保护完全比照后面规定。那可以离线的验证，这样就会符合欧盟的可被遗忘的原则。所以欧盟的 GDPR 就是数位个资保护的3个原则：最小揭露、资料可惜、可被遗忘。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先开放哈，要给出国人，那先让他们能够用。那对于国内来讲，也是一个示范。那未来会是国内的需要，那在特定的场所里面来做使用。指挥中心表示，国内注疫苗差不多36点钟后就会团起的系统，所谓注射证明原来纳入国产的高端疫苗，但是什么时阵开放国内使用？但是中是讲先予有需求紧急出国的人使用，未来规划伫国内特定场所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暗时，高雄有一口罩4个人欢欢喜喜出门去，却去互一个食酒赛车嫌犯弄一个变做是1人死亡、3人受伤的悲剧。而且，这个嫌犯已经不是头一届食酒赛车，进前违规去互吊销驾照，却阁加食酒赛车去害死别人。目前警方也该移送地检署侦办。我刚刚说抱歉啦。对不起。为警察局向移送到地检署复讯，肇事的姓吴驾驶连讲3摆对不起，日落暗，伊酒驾经过高雄河东路国民街口，弄到马市市集的姓林一家4个人，妈妈互弄飞当场死亡，爸爸甲2个查某囝也受伤，查某囝也伫家护病房接受照顾。市长陈其迈早起到病院探望受伤的人，讲病院会补助医药费，互家属放心。也毋过查甫人就笑答伊点离事，佫是累犯，也互伊更加喊声法院爱将当量刑。我女儿是最后一个，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希望能够很严惩这样子的法律以后，希望能够有这样子更严加的那种状况。驾驶伫民国95年、98年拢有酒驾违规记录。离拉车祸时阵，因为98年酒驾续期5年来再犯，互吊销驾照也无照开车，造成悲剧，也互家属心痛。不幸身亡的姓范女子为伊生着嫁来高雄，甲爸母感情真好。23才甲妈妈讲元旦快乐，佮见面煞是伫殡仪馆，也互家属悲伤的呼吁，希望亲人是最后一个酒驾悲剧。较好的啦，甲啲厝边你讲伊问看嘛。迄是足善良的人，对不对？我啦，真正足气的。警方以无确定故意杀人罪、酒驾肇事致死等罪嫌，将姓吴驾驶移送。同齐朋友是罚款600至3000，因为伊虽然讲有劝对方毋通开车，互达走锁匙，却也是坐酒车。市警局也为27起全市连续8天大执法，重点处理酒驾。针对辖区内较会啉酒的所在，派员宣导约制，请业者共同防止酒后赛车。台南也应年终每期24就开始处理酒驾，到明年元旦，统计伫24到26这3天，已经处理58件酒驾，其中50件拢是酒测达超过每公升0.25毫克，涉及公共危险罪嫌，防以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发生这款食酒赛车的累犯，佮害死别人以外，市长陈其迈就呼吁中央就要修法，讲这款食酒赛车害人重伤死亡，就要用到非是故意杀人罪来予伊制裁。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针对着这款食酒赛车，法官应该爱家己去斟酌，该判重刑的就该判互重。乌多摆经过路口，去互对向驶真向的车撞到。桥倒摆的翁仔某喷出去了后，当场就死亡。高雄今年11月份的这个车祸，弄到人的驾驶毋但无驾照，阁啉酒赛车。了了今年1月份，嘛有桥倒摆的人伫咱车阳顶，却去互一个啉酒赛车的查某人撞到，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即马高雄阁发生这个啉酒赛车弄死人的车祸，嘛互高雄市长陈其迈是真生气。酒驾，致伤或致死，这个是人神共愤。他这个不是第一次，这个已经是累犯，也建议地院能够从重量刑。陈其迈呼吁中央修法，针对啉酒赛车致使别人重伤死亡，高雄市府建议讲，会当向未必故意杀人罪来论处，而且吊销驾照，永远都袂当考。另外，嘛强化罚则的范围，坐公车的乘客嘛要连带负刑事责任，而且没收车辆等5项措施。针对啉酒赛车的处分，敢是要搁做调整？法务部长蔡清祥嘛对外来回应。我们希望在个案上。侦审的检察官、法官应该要斟酌情节从重量刑。
事实上，立法院伫2019年已经有修法，加重啉酒赛车致死人死亡的刑责，相当会当判10年有期徒刑。5年内若是搁啉酒赛车，相当会当判无期徒刑。根据警方的数据，每一年啉酒赛车处理的案件，伫修法了后，虽然有减少1万件，不过也是造成有149个人因为啉酒赛车的车祸来死亡，而且这啉酒赛车蛮赔搁发物件的人是先讲就讲袂听。修法修得再重，但是我们的法官还住在云端，法官他背离民意轻判，这对家属情何以堪？敢若一直加重啉酒赛车的罚则，有民众就批评讲，这种方法并无对症下药，因为啉酒赛车起诉的案件入去到司法的阶段，大部分判刑是判无当，所以呼吁法官都要严格当当处分，让啉酒赛车车祸死亡的悲剧莫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着咱台湾的股市，台股今仔日搁再冲超过18000点啊，目到18099点，是破历史纪录，落尾收伫18048点。另外，国发会也公布景气定号，这11月也是天天红灯，目前是连续10个月拢是红灯，是38年以来红灯上界长的纪录，这也显示讲咱国内的经济是稳定长咧成长。台股宏观进程最后第4个交易日，一日徛就18000大关。第7台股收伫18048点起87点，盘中上悬，一度也冲到18099点，盘中收盘拢创新高。不过成交量只有2364亿。监管分析师认为，台股仍然不就是稳优。这一次可能是最冷的一次的这个18000点大关的突破，这是创下今年单日的最低量。表面上看大盘好像很强哈，但是个股的一个操作难度其实非常的高。台股冲出一波宏观行情，台积电联发科等宽达股无像以前同款宏观情，就变成挂主提款机，显示台股多头有基本面见到。国泰金控甲台大经济研究团队也公布2021甲2022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分别是6.1%甲3.9%。强调台湾23年 GDP 平均4%，带动台湾经济成长3大因点，尤其是出口、投资甲消费。这20年的平均成长率就是4%。我们认为带动明年经济景气的最主要的引擎呢，还是出口跟投资，还有消费。国发会公布景气定号，11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38分，虽然比顶个月减1分，不过定号犹原是倒起代表景气的红灯，已经连续10个月红灯，创38年来上长红灯纪录。不管是出口或者是在制造业的销售方面，事实上表现都相当的好。整个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事实上是相当的稳健，甚至可以说是强劲。国发会表示，类似消费继续回升，投资方面，国内外半导体供应链甲台商回台将继续扩增。出口方面，农业经济进程被会调，也推升出口动能。不过学者认为，疫情通膨压力甲美国形势变数，会是明年经济成长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物件一直咧起价，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顶礼拜已经进行头一回稽查，主要是针对民生物资相关进口成本等等进行分析。另外，也立委提出讲，一寡乱起价业者就要甲因取消基本工资补助。王美花表示，最近会开会讨论。最近，行政院指示法务部成立跨部会物价联合稽查小组，顶礼拜已经开始实地稽查，头一波稽查对象是以餐饮业为主。经济部会就民生的物资的成本部分会做分析，然后会提到稽查小组那边去讨论。我们掌握到的进口的成本，那厂商提供给我们的资讯等等。另外，进前有立委提出针对故意起价业者，明年基本工资的补贴无被发放。王美花表示，当地研究，也可能纳入这个条款。相关的工资的补助的问题哈，那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可以在相关的办法里面怎么样去提到？那我回去之后会跟同仁再讨论一下。明年2022年基本工资条款，政府要提拨35亿经费，帮助厂商提高员工的薪水。月薪每个月会当补贴1000，时薪补贴500人，上长补助6个月。经济部要研究，若发现业者一面起价，一面领补助，要取消补助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今仔日的天气真正是冷叽叽，受到冷气团加水汽影响，今透早伫合欢山、玉山也有雪山，拢开始落雪啊。台东的嘉明湖也有落一寡冰沙啊。若准想要去到合欢山看雪，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哦。有一寡所在，这轿车就要装雪链啊，才会当上山。
出动土石车，伫台14架线来来去去，冷气团加温，加上华南分河区的水汽，合欢山日7半暝开始落雪，一直到早起7点，积雪已经超过5公分，上山的民众拢算甲真欢喜。下雪了，好开心哦！等很久吗？等很久。太管处合欢山管理站表示，为了防止因为路边结冰影响安全，公路总局伫台14架线延峰到花莲县大武岭路段，礼拜暗开始禁止通行。拜一早起是敢若开放有白雪的那的车通过，不过也是有民众因为无了解状况，互管制人员查落来。无雪你袂使去哩啦。我有啦。无啦，你爱挂才去哩啊。我有啊。对啦，你爱直接挂啦。直接就爱挂。系啊。我还未看到雪。无啦，这无摆啊大个好歹势。埔里公路段在今天早上有发布了，是从大玉岭到云峰要加挂雪链才能上。安那玉山是伫27半暝3点15分落雪。气象局观测积雪已经有2公分，玉管处表示，因为拜分山庄到玉山主峰的步道淡谷骨，地形也真狭，而且当地风骨透，所以会派管理员伫现场宣导，建议爬山的民众伫拜分山庄着翻头。现在都一直在飘雪，我们山庄到玉山主峰全部都是在飘雪，劝你们全部都到这边就好了，在附近拍一拍就好了。雪山也为半暝1点开始落雪，雪管处表示积雪已经有5公分左右。伫369山庄就会当看到规片白色的山坪。差不多369山庄以上都有雪况，断断续续的下了差不多6个小时。中央气象局强调，日7开始日时的水汽会豆豆减少，不过伫下半部，遮方面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也是有机会落雪。自8开始，气温就会豆豆回升。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正在推动新竹县市合并升格，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嘉苗栗县长徐耀昌，也有新竹县长杨文科，今仔日是做伙召开记者会，发表拿赢的看法。因认为讲这紧事就要看办。不过，根据上届新的消息，是新竹市长林志坚的幕僚表示，为着要和新竹县市合并，林志坚可能袂参选新竹县市合并了后市长，伫较暗仔会发表声明。地方制度法当咧伫立法院进行修法，看到竹竹合并升格，一定要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淡出竹竹苗科技岛反制，而且邀请新竹县长杨文科、苗栗县长徐耀昌、甲议长李惠长竹苗明代召开记者会，强烈诉求2026竹竹苗合并做科技岛的升格对案，佮公布民调强调。得到多数的支持，只有1成左右的人赞成是2022，也就是民进党的仓促立法已经让竹竹苗地区的人非常的反感，尤其年轻人更夸张，80%以上都主张是要2026。急就章绝对不是好事，事缓则圆。朱立伦批评民进党想要2022竹竹升格完全是一党之私，无顾到苗栗的地方发展，甲财政收支划分。徐耀昌也表示，以往县市升格拢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无应该匆忙进行，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仓促行事，这不是霸凌，是什么是霸凌？那我要请教朱立伦主席，如果林志坚不参选，那是不是朱立伦主席可以公开支持加速修法，来促成竹的合并升格？面对国民党积极有选举考量，林志坚强调，合并升格修法过了后，每一个人拢会当选。也询问朱立伦，认为合并升格是为了国家产业发展。国民党却将合并升格议题扭曲成政治恶斗，感觉真可笑。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市吵吵闹闹，不过彰化县长王美惠今日表示，这彰化县的人口数已经达到升做直辖市的法定标准，也就是125万人，唔免修法就会当升格啊！也已经发公文交到这个内政部审议。彰化县若顺利升格，就会当正甲台中呢来正做中部发展的能力引引啊！彰化县长王惠美去园林宣传彰化县元旦的庆祝活动，搁一届讲到彰化争取升格。王惠美强调讲，彰化县已经达成共识，唔免修法就达到升格条件。不过，若是和新竹县市先合并升格，对彰化人来讲是伤过无公平。彰化人也无比人较细汉啦，
我们有资格升格的人没办法升格，那没资格的人都升格了。你看我们120万的县民一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感受吧？条件最好的是彰化，我们不用修法，人口数也够，那条件也够。王惠美表示，目前新竹县市还搁咧维修地质法的问题查来查去。不过彰化县的人口数已经有到126万，符合目前的地质法，也就是升格伫辖市的条件。机械甲绿能产业嘛助赞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包括彰化市甲鹿港等等，拢有真丰富的人文历史环境，嘛是往回南北交通真重要的所在。若是顺利升格，会甲台中市争做中部发展的双引擎。目前已经伫27送交内政部审议。不过彰化的民众对升格看法是无啥共款。升格当然嘛较好啊。伊互你什么啥拢一定有差，伊的经费嘛有差啊。你升那么多干什么？一个台湾就这么小啊，大家都直辖市其他像你规气拢甲升的，大家拢直辖市。彰化县府表示，顺利升格了后，会使更较侪企业甲少年人转来，营业税等等相关的税收，嘛因为安尼来增加，对整体财政是有帮助，加做彰化改变的机会。希望中央会当赶紧审议。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计程车已经是14年拢无起价啊！今摆也考虑到计程车各种的成本有增加，高雄市政府今日宣布，对明年1月2日开始的起价。虽然这跳表一开始的计数是无变，不过路途等待时间也会跳较紧。也因为这个台南甲高雄算是同一个营业区，所以台南的计程车也会做伙调整计数。计程车伫高雄火车站排班点等车久，真无简单，才等到有人要坐车。大众运输愈便利，互计程车生意愈歹做。佮加上车钱已经14年无起啊，互司机真歹过日。所以高雄市政府决定明年1月27开始调关费率。物价跟薪资的一个状况，司机这边一直有在反映的。那就是年初的时候，工会这边也有按照那个程序讨论完了之后。有提出一个他们建议的一个费率版本啊。费率调整了后，起跳价维持85不变，按个公里数为1.5公里变做1.25公里，续跳甲计时运价也同款速度，而且拄着风台停班停课，会阁加收50，估计平均每一段车钱加15。因为高雄甲台南是属有共同营业区，所以台南原来会同齐调整。你需要搭你就得搭，涨价就配合嘛。太贵的话，那倒不如自己骑车还是什么就好。车钱起价有民众会当了解，也有民众不爱坐。那民众接受度无同，司机对起价也无同的看法。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补贴吧。无遐人去啊，因为你也想，你只要走一座台中的台北，迄是无可能的事啊，大家嘛爱坐高铁啊。交通局表示，目前高雄市计程车的运价是6度上架，而且台北市伫104年、台中市伫105年拢经调整，去年屏东县也调整运价。到伫各项物资拢起价时阵，即马连计程车钱都要起。对于计程车业者来讲，有小可贴一个，不过对民众来讲，恐惊裤段爱下较严的。记者综合报道。缅甸东部克亚邦伫12月24暗时传出有38个民众，无论大大小小、查甫查某，去互军方杀死。国际人道团体嘛传出讲有2个工作人员失踪去啊，引起联合国不满，要求缅甸就要调查说明。克伦尼人民防卫部队是反抗缅甸军政府上界大的民兵组织之一。25因提供相片予国际媒体，逼抗政府军伫东部克耶邦的普鲁索镇来攻击边民的车辆的消息。克伦尼人民防卫部队讲，因这战士伫前一天的附近和政府军发生激战，了后，伫公路发现几落台当咧庆烟的车的残骸，还佫有38具少年劳工子和妇女的尸体。国际人道团体拯救儿童基金会25对外发表声明，讲因有2个结束伫当地的人道救援工作人员，准备要返去厝过节。开车经过普鲁索镇惨杀现场，到今还佫下落不明。也若因所驶的车经过当地证实嘛，有伫这个案发的现场，共管去防烧去，并且有防攻击的现象。联合国人道事务甲紧急援助副秘书长葛瑞菲斯26对这件代志来感觉真惊吓，并且要求缅甸政府要展开调查。对这件代志，军方的发言人的讲法是讲，因伫普鲁索镇发现到7台成绩真可疑的车辆，要来阻止因发生的过程来发生冲突。独立调查团体
缅甸目击对外证实24平安暝迄天，军方伫普罗索镇残害这个老的消息，并且引用卫星资料，讲当地时间下晡1点有大火发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阿富汗的塔利班继续迫害女性，因伫26宣布讲，这查甫民众若准备去到较远的所在，若准无查甫人陪伴，就是袂当改在。另外，塔利班在为了后，国内经济崩盘，也影响到当地媒体运作。自8月到今，已经超过6400名的记者失业。塔利班一直限速女权，由高中警察将阿伯抗线中恶部立了，佮提出新规定，未来女性要展开长途旅行，离超过72公里，都需要有男性亲属陪同，若无路条运输业者就袂当提供服务。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新规定将妇女看作是犯人，限制因自由流动的权利。那安尼，女性就无法度做生理，伫面对家庭暴力的时阵，更较歹逃走。另外，塔利班也要求填报所有女性为主角的电视剧，甚至连查某记者出现伫镜头前，拢爱戴头巾。وضعیت وخت په کتو سره اندېښنه شته ده چې آینده موږ کوم لوري ته ځو زموږ وضعیت به څنګه کېږي په رسنیو باندې به محدودیت وضع کېږي یا نه وضع کېږي دغه مسایل شته根据无国界记者甲阿富汗独立记者协会的统计显示，自从8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有43%的媒体已经结束营运，造成60%的记者失业，大约有6400人，而且大多数拢是女性。تمام دار ندار اینمی کشور با گذشت هر روز با مشکلات جدی مواجه میشه. رسانه ها از این امر مستثنا نیستند و تحت تاثیر شرایط بسیار ناگوار در افغانستان متاسفانه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 وضعیت رسانه ها، دسترسی به اطلاعات، فعالیت رسانه‌ای در یک وضعیت بسیار وخیم و خراب قرار دارد. 即马阿富汗媒体产生真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危机。 少广告收入，头家发不出薪水，只好裁员。另外一大原因是塔利班高层制定11条新闻规则，为审查甲迫害开新道路，剥夺新闻媒体独立性。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因为局势无稳定，生活条件是愈来愈歹，互大批的非洲甲西亚地区的民众希望透过偷渡去到欧洲较好的国家去遐找头路，去遐生活。虽然讲这个导览人潮有比2015年有较减少过，不过讲到今年，敢若伫咧地中海附近国家所查落来这个偷渡客就3万人，其中差不多有1500人伫咧坐桶的过程当中不幸来亡生。 无疆界艺术组织的救援队伍伫瓦近利比亚外海，拿查并救差不多450个几落国家来的偷渡犯。We're getting ready for any casualties we may have, such as fuel burns, and getting ready to. Me personally, I'm getting ready to welcome any women or children that we may find. 对这个导览者来讲，互人解救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也真歹讲。外电引述成功伫欧洲徛起非法移民的讲法，表示互人解救了后，送登去利比亚这个所在拘留中心，真有可能会互人虐待还是绑架。法新社报道指出，这批非法移民的人互解救几天后，利比亚海沙堡阁发现将近30具非法移民的遗体，其中包括2个妇女甲1个红婴仔。导览者为着去欧洲生活，冒险坐差不多强尾袂行的破旧船只。 联合国的统计显示，今年伫海上拿查3万外非法移民的同时，差不多1500人伫航行中因为船沉去，雪河水都死。当然，非法移民就算入境欧洲，也无一定真顺利。11月24，伫英国甲法国中央的英吉利海峡，一阵为伊拉克北部库德自治区来的非法移民。 因为因伫法国无法度生活，所以坐船去英国，造成27个人死亡，其中16个非法移民的遗体，伫伊拉克时间2日运送到库德自治区的拉尼耶。 گنز بخود زانی تموعی زوره گنز زگل ایشکی تموعی جیانی هست دیو جیانک بخوی دابین که بیگمان اویجش یک بلوانه که تمنی چی روش بو 83 سال بو بۆیە عەزی دەکرد بچێتە ژیانێکەوە بتوانێت لە کۆتادا ژیانێکی باش و شایستە بۆ خۆی دەستەبەر بکات. 11月份，这个船难佫引起英国、法国2国的外交纠纷，双方政府互相指责对方无尽到责任，阻止非法移民偷渡过海，才会造成这个悲剧甲冤魂。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
伫咧巴西东北部是连续落几日天的大水雨，26有2座大水坝崩起，赶紧疏开住伫水尾民众。也若讲到北美洲因为寒死时，伫加拿大出现极端的低温到零下50度。美国的西雅图是落大雪，这车路是袂通。若讲到日本的部分，也因为落这大雪，真侪航班拢已经取消啊。徛喺外口的街路变成河流，这名查甫人趴伫冲起珠仔顶杯水前进。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25先是关于水坝溃堤，过长江另外一座水坝也因为水位受满崩起，大水淹没当地河流，规区的民家厝浸伫水中。民防官员表示，我2个月一直落大雨，已经有我20人死亡，包括一名不幸淹死的60岁邮轮业者。州长表示，有40万人的生活受到冲击，大约有67座的社区，数千人可能面临山顶大水爆发威胁，已经封疏散。气象专家表示，12月份的降雨是往年降期平均大概6倍。Até se arriscando para salvar outras pessoas mais vulneráveis, idosos, crianças. Se jogando na água, andando com água até o pescoço, usando boias. 北美地区即马是非常的寒冷，26加拿大西北部地区的 Rotorua 出现摄氏零下50度极端的低温。环境部官员预测北极冰洋积将冷空气射向萨克切万省部分地区，低温将会继续几日天。美国方面，摩萨鲁西、西雅图甲波特兰当日过白色亚旦，有真侪件降雪通报，通行受到阻碍。气象预报，这2个所在可能有2.5公分左右的积雪。伫亚洲，日本海一边有大雪，其中近畿北部降雪量创纪录，陆空交通混乱。根据 NHK 报道，27早起，兵库县和田山已经落71公分的雪，滋贺县燕耕市68公分，拢是有纪录以来新高。气象厅警告大雪可能会阻碍交通，此外2大航空公司全日空甲日本航空已经取消超过100个国内航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咱台湾人伫咧中秋的时阵爱烘肉，日本伫咧圣诞节有一个去互发明出来的传统，就是爱去到 KFC 食鸡肉煎。伫圣诞节中间排队人是排甲热长。另外，伫日本的麦当劳，因为这个买零食欠货，对利是开始1礼拜，这买零食敢若会当买4份的尔。因为加拿大温哥华港口附近大水，加上疫情影响全球物流供应链，日本麦当劳的马铃薯条原料到货延迟。顶礼拜宣布实施韩国配给，全国2900间分店为24到31间，听卖大薯条甲中薯条，只卖小薯条。预计31早起10点半恢复正常供应。这段期间人客上门，有的淡薄失望，有的是认为物流原因只会当暂时忍耐。小さい頃からマックのポテトが好きでお腹いっぱい食べたかったのでL サイズがないとすごく残念です。いや別に問題はないかなという思いますけど、たくさん買えばねそれでいいだけなので、別に S だけが販売全部販売しないならねポテト好きな人食べれないからかわいそうだけど。限买小薯条的措施，当拄着年底耶诞甲新年假期的大过，反映出供应链的困境。也毋过日本人过耶诞，搁较袂当欠的应景是物是另外一间连锁素食肯德基之家，为门前摆开一长，人客赶到大包小包，就当看出受欢迎的程度。食べないとなんかしっくりこないというか、クリスマス感が出ない。普段は家族3人なんで、なんかあんま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しないんですけど、今日は友達とワイワイするので買いに来ました。这项传统起源是肯德基1974年耶诞节食鸡鸡创意促销红起来，从此肯德基的鸡鸡加做12回真红产品，耶诞销量会当增加到10倍。另外方面，耶诞自餐开拍的鸡鸡加沙拉，今年个炸转去的组合，佫较是卖真好，早就爱预定，若无过节时阵排队，也无一定抢会到。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尼加拉瓜进前宣布甲台湾断交，咱的外交人员伫咧12月23进前全部撤离，也甲一栋外交馆关乎天主教的马纳瓜宗教区。不过，真说发生尼加拉瓜的总统下令，甲这栋外交馆移交予中国，引起咱的外交部强烈的谴责。台湾跟尼加拉瓜两国在今年12月10号终止外交关系之后，
尼加拉瓜政府有义务要保护我国的馆舍以及使馆的财产跟档案。对尼加拉瓜的奥德加政府 Daniel Ortega， 他们设下不符合国际惯例的2周内的撤馆期限，而且罔顾国际法的规定，横蛮地阻止我国象征性的出售我国的馆产供尼加拉瓜天主教教会使用，而且进而在今天12月27号的时候侵占我国馆产等重大的违法行为，我国政府我们予以强烈的谴责。外交部批评尼加拉瓜的总统阻碍台湾甲外交馆予天主教会使用，电讨可用非法的行为移交予中国。台湾表达强烈的歉意，也强调中国是无权利来接台湾的财产的，也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尼加拉瓜甲中国的行为。政府想要压厝价，内政部进前有通过5大防止差厝价措施，针对故意差厝价的人，上当就要关3年。这草案就要听候到立法院审议通过。内政部长花敬群表示，这个法案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这寡故意差厝价的行为。另外，要求公股银行就要配合，甲这买厝的贷款利率优惠权。行动图。出席社会主题动土典礼，内政部处长同时也是主导中心董事长黄敬群带来好消息。全台湾今年已经兴建14000户社会主体，基台每年继续。对于最近炒房这争论真济，内政部提出5大压炒房的做法，包括全面限制预售厝换约转卖，司法人买厝采许可制，针对恶意炒作联合买厝具体行为造成市场紧张，必须要有证据，才会动用刑法相当3年有期徒刑。重点，它的概念是在说，它一定是透过实际的买卖交易的行为，而且呢，它有一些例如说纠团不当的垫高价格的那样的过程，它必须要有证据。不过投资客即马无要买大间，换买细间的，也是转向中古厝。花建群是讲，压炒房是政策方向，相关草案由台立法院审议通过。针对政府提出强硬政策压炒房，公股行库完了配合调关房贷利率，除了第一银行去年将自用房贷利率定在1.35%了后，奖金嘛调升到1.38%。土地银行表示，会予头一届买厝的人摕到1.31%的房贷利率。根据有法人购屋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购买高价住宅的部分，还有是购买3房以上的部分，那部分才会受影响。其他亲像花南银、兆丰银也是受款会当1.31%的房贷利率。兆丰银上近2年后评估调关利率。公股行库是讲，除了替今年高成中房贷降温，也要控管不动产放款水位，用低质量的方式减少民众买厝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寡幼稚园的土地去互地主卖掉，地属幼稚园就要收起来。有家长表示，确实是碰到这款的情形，因的囡仔就要换间去读。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公立的幼稚园数量有在增加，若准私立的是要收起来，也要量早规划。台中市市中心土地介绍，即嘛是哪来哪悬。有议员质疑讲，最近这1年，建设公司或者是营造公司开始大量买土地，人口密集的西屯、北屯、甲南屯，都有5间私立的幼稚园，土地去互地主卖去，即嘛都要收起来。去到要停止招生的幼稚园，就看到有家长来办转学的手续。开始读到小班结束，变成到中大班，我们要比较不方便交通这样，对啊，所以就要重新找啊。因为私人土地我们也没有办法限制说他卖给谁啦，那也没有其他什么办法。民众是真无奈，嘛敢若会当尊重商业机制，因为相关的幼稚园是无愿意回应。外界质疑讲，台中市府公立幼稚园增加的政策，赶袂赴私立幼稚园退场的速度。台中市教育局尾回讲，西屯、北屯、南屯，敢若有2间私立的幼稚园，因为土地转卖，所以要收起来。另外5间是继续甲新的地主租土地。最近这3年来，台中的公立幼稚园有增加162个班，幼稚园的总数甲招生的人数是持续在增加当中。2家是歇业的，5家就是土地的移转，但是其实是等于新的地主仍然把这个土地租给现在的幼儿园的经营者，没有影响到学生的这个上课。教育局表示，因为土地转卖都要休困的幼稚园，应该伫招生的时阵，就甲家长讲互清楚，而且要提早规划学生甲员工安置的方式，来依附师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的101大楼伫年尾即天拢会有放烟火活动。台北市劳动局今仔日就去做第2届劳动检查，要求主办单位就要甲施工的安全做好势，确保活动的安全甲顺利。透过烟火模拟动画，先感受跨年暝闹热的气氛。经过疫情的限制，为了迎接新年，台北101今年安排总长360秒烟火秀。台北市劳动局27第2遍到现场，实施第89站加101楼的关楼劳动安检。提醒他们说，因为那个施工架本身它的一些长度会因为受限于现地的状况，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会比较有一些突出的部分，像有些比较是角落的地方呢，我们特别有提醒101的施工团队，在这个部分呢，可能要多做一些保护的措施。因为烦恼作业的劳工伫落雨、温度高低环境中，会影响活动力，增加职业灾害风险。劳检人员加强高架作业的检查。今年各路烟火依照线路控制器进行施放管控。劳检人员也有查看楼顶登录器的设备是不是有安装好，每一个细节拢加注意。主要就是因为烟火的部分，因为它是有涉及到可能有这个爆炸和火灾的风险，包含它的消防设备是不是都有备置。那包含我们刚刚也特别检查了它的这个电线的线路哈，那我们看到它电线线路上也都有安装漏电断路器等等。劳动局强调，27个劳动安检大概上无问题，会持续督促主办单位做好施工安全防护，让民众伫跨年暝会当安心欣赏到美丽烟火秀。记者综合报道。年尾有大活动，说落来就是旧历的过年咯。东部地区到时阵一定是这游客吵。目前台东地区大间饭店的订房率拢已经超过90%。不过进前疫情遐严重，真侪员工拢已经离开。即马疫情稳定，却出现欠卡手的情形。就业者希望政府会当开放观光产业的移工，伫大日时的时阵，挺好来斗3工。今年后半年，台东县的观光人潮涌入，各大饭店的订房率也明显提升。尤其到年底跨年，台东饭店的订房率会当讲客满。饭店业者后半年也明显感受到无平时假日气氛，也毋过受到去年甲今年顶半年疫情高峰期国内旅游人潮减少的关系，部分饭店员工放无薪假也是自遣，即马游客转来啊，也毋过员工煞无转来。台东县观光协会估计，旅宿业即马上欠基层的帮补甲餐厅服务员，至少每时间饭店拢欠10至20人不定。因为一些基础的房务员，然后还有这个餐饮服务生的话，它是比较属于这个基础的劳力。那当然，如果政府可以开放这个就是移工，然后让外籍的这些人可以进来帮忙的话，或工作的话，当然是最好。台东县就业服务站表示，已经陆续接到餐饮甲饭店业的人力需求，目前大约有180个缺，也过来应征的求职者无济，主要是到年底大家转职的意愿无悬。要回到相关的行业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加上目前已经偏向这个年底了啦那转职的意愿也比较低。台东就业中心分析，部分饭店所在地可能较偏远，求职者也会考虑交通因素。饭店可能爱提供较好的福利条件，才会当吸引求职者。后个月台东就业中心会举办人才活动，有需求的业者甲求职者会当当面好好讲。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海委会资料，台湾对2017年到今已经清掉超过1000万公斤的海洋废弃物，其中以塑胶类是上介多。为了要鼓励企业循环再利用，环保署今日正式推动海洋废弃物循环产品标章，要鼓励业者甲会当回收的海洋废弃物，将变做是新产品，也希望讲对企业开始来做环保。用废弃的渔网仔甲海洋粪扫内底的 PE 聚丙烯甲 PA 材料做目镜坑，甲藏目镜的壳仔，也有企业办清海保的活动，甲扣到的100公斤海洋废弃物做成1000支的塑胶杆仔，这的再生品拢用超过20%的海洋废料做成，摕到环保署海洋废弃物循环产品的标章认证。阮的部分搁超过这个20%，我已经达到26%。希望大家会当透过这1000支的杆仔去了解讲，这个物件是天然环保、重复个使用的真正好的产品。今年算是第一件的修正有4个厂商，13项的产品
陆续，即摆还佫几啊间开始有想要申请的。根据海委会统计，台湾对2017年到2021年已经清超过1000万公斤的海洋废弃物，其中未当回收的材料占了一半，竹仔甲茶排第二，也若废弃鱼网甲掠鱼的工具有超过7%，玻璃拢3%外。为着增加海洋废料的使用率，业者已经规划要提伊做电子产品。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保利龙，到明年我们大概一年要做到200吨。头一批摕到循环产品标准使用权的企业有4间厂商13项产品。未来台湾要走向零碳排，甲达到循环经济的目标，环保署认为塑胶减量又是上要紧的。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是袂当出国，颠倒互国内旅游是变加热扑扑。屏东县为着要互游客更加了解到客家文化，专工训练导览人员，用深度旅游的方式来熟悉客家文化。有没有什么时候建立的？哦，对。对港解员的脚步，走入屏东六堆的客家庄，感受古厝老家的水。这几冬国内旅游的比例增加，人捌各种族群文化意识嘛愈来愈强。有的民众的旅游行程未安排伤侪景点，会经1-2个所在深入旅游。屏东县大这个时势，开全国客庄文化观光解说员的认证课程，希望由在地人向游客说因的地方故事，要让大家在里面发生情感，所有的他的故事就是要由我们的文化观光导览员来形塑。去年我们开始有了嘉东的这据点之后呢，继续在今年再甄选了3个据点，一个就是高树的，还有我们的竹田还有我们的新皮，这3个地方因为的迁徙关系，人文脉络也不大一样。目前屏东有4个乡镇有文化导览员。这挂导览员拢是经过56点钟的课程，参加认证考试通过了后，才会当出来带游客游览。不少成员本身有家己的头路，不过因为介意客家文化，拨工来进修，希望利用因有闲的时间，学到更较侪客家故事了后，出来讲给游客听，让更较侪人了解客家庄的风情。但未来我们走向就是要永续经营，结合旅行社还有观光单位。共同让屏东县的客庄被看到，让大家能跟着带路人欣赏到不一样的一个知识，能吸取更不一样的土地养分。除了客家庄的文化导览员，这阵屏东县府嘛按算甲旅行社、民俗等合作，推出更较完整的旅游行程，让来佚佗游客唔来当看到客家文化，连这大盘手拢安排甲舒适，拍出台湾客家庄的品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姻大社有一间幼稚园，带囡仔去到派出所参观，唔但互囡仔了解到警察的工作，嘛透过这个机会宣导交通安全、教囡仔守法的观念。细汉囡仔咧骑缩小版的奥多拜，食尔高水。详细甲看，伊骑的竟然是警察局的奥多拜。另外一边，阁有全副武装的小小警察。这是婚林的大社派出所，和乡内幼儿园合作，和一寡囡仔做回来派出所参访。因为我们的主题活动就是在走帽子，所以我们跟孩子延伸到就是警察为什么会戴帽子，所以他们想要来询问警察，说帽子有哪一些，然后戴帽子的功能在哪里。幼儿园的老师带学生囡仔来到派出所，除了学习无爱种类，还佫有了解到警察的装备和工课，而且警方也透过导读等的方式来向囡仔宣导交通安全和守法观念，让他们了解警察的勤务器械，还有一些装备的穿着，然后最主要的是建立从小有这个守法，然后守交通安全规则的观念。好啊，晚上发亮的，我只拿到1根笔而已。看这寡囡仔，大家算甲喙笑目笑，唔但是增加因对警察的亲切感，嘛慢慢对这个职业产生兴趣。记者综合报道。
泰国的马雅湾是真侪人会去度假的所在，也因为长期以来有侪游客去吞踏，互迄个当地生态资源是用甲要打起。2018年热天了后，就甲这个所在关起来，决定要互环境休困。落尾佫碰到疫情，想袂到对这个自然环境来讲，会当自我修复，即马变做是一个美丽所在。对明年元旦开始要佫再重新开放啊，毋过进前是有学假乖，即马开始限制人数，避免环境佫再受到损害。泰国小皮皮岛和几落粒山头围起来野马湾，风景真水。2000年因为里奥纳多·迪卡皮奥主演的电影《海沙波》离世界出名，每每天来游客就5-6千人，一年200万。或者250公尺长，本来正安静的白色的海沙波，变做袂出敢若菜市啊！水上活动造成要讲6成的珊瑚礁被破坏。当局自2018年6月决定要关闭修复环境。要也拄到疫情，来遮游客数目是0。不过这2年海洋生態恢復正多。ครีบดำที่เข้ามาหน้าอามาญาก็รู้สึกว่ามันจะเพิ่มขึ้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ไม่มีเสียงแล้วมันไม่มี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อยู่ไม่มีเสียงเรือไม่มีเสียงอะไรมันก็เข้ามา科學家參考水下800公尺深，甲人工市的點斑紋特山送登去大自然。海洋生物學家佇這段期間，重新所種嘅旋螺嘅碎片，有超過4成攏滑落來。對環境噪音正敏感的沙魚也開始探後一代，水海環境愈來愈好。這麼疫苗注射率普及，已經得到控制，泰國慢慢放定觀光，本國遊客已經會當登去島嶼。馬雅灣明年1月也重新開放外國旅客，不過這邊是用更加養殖的方式，行關鍵政治加環境教育的路線。We would like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has been educated, so that's why we come up with the Marine Discovery Center, where we show like the tourists like what is the impact, what is the biodiversity. 馬雅灣重新開放了，船袂使直接停佇個海沙坡，只停佇個指定的碼頭。觀光團一邊上濟300人，限時1點鐘。若是甲船停泊佇個珊瑚礁，或者是遊客隨便飼海洋生物，攏會被罰。當局講要擺脫過去俗價遊人客想要趁濟模式，要盡一切力量，永久維護這片好不容易才個恢復的天堂美景。公視新聞施會長編輯。明仔載天氣是好也是歹，做伙來看預報，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對13度到20度，苗栗到雲林是對13度到22度，嘉義到屏東對13度到25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4度到23度。平陽、金門、馬祖對9度到19度。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載暗時7點同款時間，咱再相會。